大家好，我係 Manny， 香港專業塔羅協會嘅會長。好多人學塔羅牌覺得困難，因為太忙啦，好難花時間去記住每張牌嘅牌意呢。於是唔少自學甚至塔羅課程嘅老師都會強調直覺為主嘅方法去做占卜嘅。我見識過部分占卜師唔理甚至唔知道原著嘅牌意，每次只憑當時嘅感覺去演繹每張牌。其實牌意固然重要，而直覺都係必須嘅喎。太偏重任何一邊都會有問題嘅。78張牌嘅牌意固然難記，如果跟足牌意解，咁就會太死板，無法切合無數問卜者每個獨特情況。呢方面我哋係一定唔及 AI， 可能最快俾 AI 淘汰嘅就係占卜師啦。好多人誤解直覺就係諗到乜就講乜，如果你冇豐富塔羅知識基礎，咁就等於亂撞中嘅機會係一半或者再低啲。如果你經常撞中咗，咁恭喜你，證明你好有天分。呢種情況其實只係好少數。占卜時究竟係跟牌意定係直覺比較好？其實係冇標準答案嘅。老師教嘅方法係參考，最終自己要不斷實習，去摸索邊種模式最啱自己。仲有乜嘢關於塔羅牌嘅知識或者問題想問嘅話，歡迎留言話我知喎。記得追蹤 Manny，下堂見。